香港嘅仔，今日 Evan 咧帶大家嚟睇一套中山地鐵上蓋嘅物業，層高4.5米啊，自住又得，辦公又得，而且咧係低總價、低首付嘅喎。依家咧帶大家嚟睇下我哋嘅園林先。落樓就有咁靚嘅園林景觀，係咪非常之中意先？咁我哋夏天咧仲可以落到我哋樓下嘅泳池嚟游水添嘅喎。咁我嘅底商咧已經陸陸續續喺招標當中噶啦。咁有我哋嘅美宜街啦，同埋臻品公寓。咁其他嘅商家咧都會喺後期咧慢慢咁進駐噶啦。距離100米咧就到達我哋嘅廣州10號線延長線中山嘅旗杆道站。咁明年咧就會投入使用，今年年尾咧就最後嘅交標噶啦。咁翻到我哋嘅石岐嘅城區或者我哋馬鞍島咧都非常之快嘅，40分鐘咧到達我廣州南站，直接翻去西九龍咧就非常之方便噶。仲有我哋嘅深圳榮利巴士站即將就可以開通噶啦。咁以後咧翻我哋嘅香港咧就非常之方便嘅。家門口就享受我哋嘅跨境便捷服務啦。咁咧仲可以享受我哋東區總部濱江公園添。短嘅生活配套咧都非常之方便嘅，10分鐘嘅車程咧可以到達我哋3大 shopping mall 啊，富日城、COCO City 同埋山姆超市嘅。高層單位咧光景都非常之靚嘅，可以望到一戰旗江濱江公園嘅。咁靚仔單位有冇心喐咧？大家有冇興趣咧？有興趣嘅話聯繫我，我 send 資料俾大家。